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上礼拜嘅陈准专题，我哋小姐嘅感染客家老总头，变做亚下中国的办法集体。按多行人赛到亚下嘅陈准，系睇清朝抗议书嘅嘢事情。上早为操到爱国家聪人抢下黑，韩国官方嘅需要，睇陈准嘅被骗係亚前操嘅土楼，睇客家移民迁到嘅兩江地區。都竟还保留的包括人草、當天人工客家味嘅土樓，像好富新基、韓國台灣史基，都係中國鄉下一定大嘅微量活國。不過有嘅土樓呢，保存啊幾好，有嘅已經落落殼殼嘅嘢。陳準時期嘅土地按大錢，用嚟保留一道客家味呢，保存同發展經上邦有留下嘅乜嘅。今日也是向下嚟看啊，陳準客家味嘅現況。光帝在14年的时候就赐予他这个牌匾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牌匾是一个仿制品啊，待会我们看看真品，真品是国家的2级文物了。好富新基喺到2002年列咗廣東嘅省級博物館，加上有團體也學生去參觀，了解頭擺中國莊頭發展嘅建築智慧，因而都可以群陳準嘅大學生去到嘅片。我们整个后湖新居分3部分组成，是门前的乐池，刚才我们经过比较宽敞，那个叫和平。进来这里之后就是建筑本体，整个房子的3部分的占地面积是25000平米，所以还是比较大的。刚才有同学问我走完这一圈要多久时间，我跟他说是40到1个小时左右，他惊呆了。行一陣千少40分鐘，主地也在微量屋有結態嘅，喺講唔將福建原天嘅土樓群體上落去，就單以微量屋建築來看，學府新基喺也下中國保留千態、千完整嘅微量屋其中一類，就個個所在看講下，學府新基順行嘅態樓就知道冇乜解嘅，也做得講係陳準客家微量屋嘅代表作品。客家人在这里生存的，首先是我讲的買田致物啊。那么等到子孙繁衍的多了，他不想让子孙外走，他们把它聚作而居就行，做一个大帷幕显示气派。实际上，那个今天龙岗最有名的那个帷幕叫做后福新居，就是这样一个典型。他几代人在那里生存了3、5代、6代差不多，后来才慢慢散开了。和兩江太多順行，就看到學府新基看板個個標單，也兩江乃做嘅大樓，當然想頭擺也蠻乃係微量屋。兩江本來冇頭經濟鐵器行，強生係陳準關外嘅試驗區，因為都市發展當家，2010年將往日鐵器嘅範圍度。龍崗呢是從清代中期以來呢，就是客家人居的一個地方。他們來了這裡，建了大大小小的這種圍屋、散屋。當年是數以千計、數以萬計。那現在有幸保存下來的呢，也有上百座。那像保存最好的，當然就是鶴湖新居這裡了。一下兩江啟動態，一隻佢嘅面積大概做台北市嘅3倍安大。這樣是所講大兩江地區，還包含一下平山同太平2隻新區，面積很較闊。一貴大嘅地區係行人遇到一下陳準遷住嘅所在。核心還係一下兩江，對清朝中期到一下，是有一撮又一撮，像係學府新基按樣嘅加速微量屋。那大部分的龍崗客家人呢，都是在清代康熙8年之後，就是當時政府呢推行了一個遷海復界這樣一個政策之後，陸續遷到龍崗的。那麼羅家呢，他的祖先羅瑞鳳也是在這之後，也具體的呢就是乾隆中期來到這裡。那經過20幾年的這個發展，那麼他積累了一定財富，開始修建這個家族圍屋。客家人他就非常講究這個舉座而遷，往往客家人，大家看到客家圍屋、客家什麼的，他都是一個族長一樣的人物，他下面一房下去有很多很多，幾個子孫遷到孫輩，全部住的都哪一台這樣搞。所以這3種方式呢，就使得整個深圳呢。就慢慢地經過200多年、300多年的發展，就形成了我們近代，包括今天深圳人的客家現狀。來到學府新基參觀，學生嘅牽頭來嘅，那等博物館地圖嘅時弄起下來，一隻位嘅係中心點，按照上田嘅
规只好福星期的内部，地部系四角形，内部系台形，前面还只风水池。客家微凉屋有只特色，做初山向水，有只讲法系前水系江，后山系平，风水池到头前，同主古的土象地度，行工业越行越高。好福星期的背后，本单没有错爱山呢，同都市开发家下本人参起来。它呢选址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对一个客家建筑来讲。那旁边有山有水，那大部分客家围也是这样，建在山脚下。那鹤户新居也是这样。那在地势上就有这样一个特点，前面低后面高，这一方面呢有利于这个围屋的雨水还有生活用水的排出，最终呢这些都汇到了前面这个月池里面，客家人讲究水为财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应该这样讲，把它分两步，前部分就是它的整个房子的前部分就是一口塘，半口塘，很大很大，围掉就像一个湖一样在前面，这叫风水。那背后呢，它那个呢都是以什么我们中国的什么几多天井、几多层次、几多那些分一房、二房、三房，再把它们分离开的。一般来讲，一台微凉屋主动主顾，好装难讲。同好福星期最叻落脚的所在，喺度1400米的外蒙古了。1943年的时候呢，它曾经被日本人放火烧过。那当时的罗家人还有附近的村民呢，都逃到这个望楼上面。大家可能会以为他们会困在这里，但实际上呢，并没有一个人受伤，也没有一个人死亡。是因为这个鹤户新居，当然也不仅仅是鹤户新居，很多的客家围都有那样一条秘密通道，就是叫走马廊，它就在这个围墙上面。围屋讲究的一个什么呢？自己就是能够防外拒敌很好，墙非常厚。曾经有个故事，这个是很有名的故事，就是安远有个尊山围，当年在苏区的时候抵抗国民党的围剿坚持了上个月之久，都没有被国民党打下来，飞机都搞不进，最后是用烟草烧，最后把它攻下，现在成了一片废墟。罗凤人从事教育，几十年呢，每同老辈读书，喺度地方有只学院主题入面读书。特别讲緊清河時節，唔單止幾廿學生，還有幾廿百學生嘅主題地位。當然唔單止羅鳳人，還有附近嘅客家莊頭肢體，咪共用來一片讀書。主題學府新嘅內蒙高樓巷有一個學府書院，羅鳳人用公積金對老輩請學童先生落來教書。羅鳳嘅肢體讀書唔使錢，對清朝中期到民國初年，長期就做等體系嘅教育。客家人是非常重視教育的。一般大的围屋里面都会设一个私塾学校。那这个书院呢，它不仅仅是吸收本家族的这个男孩子过来上学，它也承担起了对周围一些这个小家族的一些子弟的教育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其他家族的人呢，过来是要交学费的，但是学费也不是很高，据说是1个月1担谷子。學府新居雖然算係陳準市政府管理，不過羅鳳人還係所有權人。博物館當接同羅鳳人互通，實際上羅鳳人的好壞事情，沒單單都同學府新居地度來期盼。羅氏家族現在留在羅瑞河這邊一個村叫羅瑞河，他們家族的話，整個人口是達到了2000多號人，而現在留在家族裡面的只有150多號人，大部分人1000多號人都在國外。像他們羅家的話，每一年都會有人回來尋親。而我們的話，每次的尋親，我們都會跟他們就是說熱情的一個交流。我感覺現在做了博物館是很好，對以後的後代也有一個經驗式的東西，對我們以前祖宗的產業什麼東西都好。有什麼好事是結婚什麼東西過年都過來這裡拜祖宗的。唔但將喺度學府新居，陳準也還保留下來客家微涼屋，做得講風頭內人所有嘅好壞事情都含頭一共同來判。比如講兩廣嘅田豐事件，佢親特別咧係一片本地係廣府人，咪做一講廣東話而起嘅，行人曬落來爭架開嘅半夜池。又比如講同平山新區嘅台灣市區咪係一樣，個客家微涼屋就看得出一隻架錯，頭擺要按到馬街廣用嘅歷史。今下我哋可以看到呢條街後到鵝卵石嘛，鵝卵石呢其實也係有200幾年嘅歷史咯，嘅非常有歷史嘅一隻鵝卵石嚇。我哋可以看到我哋鵝卵石遍佈嘅感覺好像係一種歷史嘅足跡，但係畢竟有200幾年嘅歷史，所以佢嘅建築顯得比較破舊，但係我哋
台湾史记来讲呢，佢係客家維護中，就是保存到最好嘅、最原始狀態嘅一隻客家維護咯。这个就是我的老房子了。我就是以前就是小时候住在这里。 最早晚，人家听见70歲鄭阿伯講，順德沙崙的巷誒行一條路啵，一條路係叫做仙人家下，當日天初行路，我們還有本單曬過嘅禾塘，也桑草大弄。葡文革前，正豐年的台灣司機係隻大型的人民公社，到改革開放過後，陸陸續續曬出去嘅，無年係地都咩見來見落去。 用非私形式嘅台灣司機，也除得內圍還算係完整，佢隻外圍係落腳唔得咧。我啲屋咧，即係捱小時都知道咧，一坐嚟睇門都係假人嘅。我公共有責任趕睇門咧，到幾點鐘哦，都鎖趕睇門嘅。嗱，這些就舊仔時我都最清楚啊，所以個坐嚟睇門嘅假人，大家都好團結，好咩，喺度喜歡好搖。 台灣司機兼態路，也咪列做升級的文物來保護。其實台灣司機嘅建築規模同學府新機差唔多安泰，總共有400間建房，一間做一戶人，都係中國打唔落2卡嘅大型微量屋。同台灣司機嘅政府公堂當行，有歸納嘅老祖公留下來當鐵片嘅烏瓦，也係同當到客家微量屋看唔到嘅。其實。 老種族留給後代，它有幾層意識在這裡。一個就是說，哎，如果到了哪個朝代，你們這個瓦爛了，沒辦法來補了，你可以拿老祖宗的這個留給你們的瓦給它補上。但是他又想到了一個，為什麼要放在那個宗祠的最上方呢？因為如果是拿下來補了，缺了。 那就很明顯，客家人是很講臉面的。捱嗰啲咩，就會見翻人嘅樣子，所以見到嘢得寮國，啊，因為有時要打對付嘛，個夏天嘛，喺寮國唔啲人用用啊，只要人用到你用顯住佢嘅樣子，係一送咩一個開牌，人打仗用嗰種哦。啊，當然時光期啫，開後戰後期啦。 啊，見到係要後睇部分東西都係冇轉，啊，這一條村咧，見到博會幹船啲叫車人都見啦，危國的危光年依家覺得少就太慢。由客家做補，無論係學府新嘅老豐人，也係台灣司機嘅正豐人，都希望將微量屋爭到好好。實際上，一件事情則牽涉到一隻發展嘅基本矛盾，到底想要留下來，也係定期去發展咯。 雖然微量屋嘅建築形式同歷史方式有當重要地位，我總並唔讓現代建築按舒適嘅環境。微量屋老百人總肯定地度，知道是在當江當派頭啊！我微上多嘅人是一個一個曬出去嘅。你保護有兩種，一個是原物保護，一個圖片保護，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也可以；還有一個選代表性的，有個把兩個也可以。但是如果你要大保護也可以，就像我們講的，福建就做得比較成功啊。 它一個土樓群上萬座，從南靖、從永定、從這些，那你看到的巍巍壯觀，你就感到我們的先人多偉大啊！龍崗也有這種態勢，但是因為深圳的地皮都千斤，而且守舊和創新的情況下，它必須要拆掉它，能夠創造更大價值，它肯定就撤了。對港南到龍崗，同深圳一隻大都市巷，一行在嘅一座又一座嘅老莊頭同微量屋，都係同屋保留下來，行喺愛發展之間綁來綁去，本人成功保留下來嘅利益。 兩岸無天錯就讀到同樣情形，上來政府希望攞佢尊重歷史文物，還係要批定一個乜嘅目的，比如講觀瀾大錯到喺辦法村，真有可能本人保留下來呢。還有一道古文明喺考察到現實做唔到啲嘢冇睇嚟呢。